不过在地人在地前，虽然是好消息，唔知咧乡亲敢有伫对发票。即马财政部放出好消息，首先是为了鼓励民众使用分段的发票，为9月、10月这个统一发票呢，有先增加这个分段发票，全数的新台票500块这个奖项，总共有40万组。另外为12月份开始呢，统一发票甲工业彩券这个抽奖奖金，这个对奖这个标准呢，为2000块提悬到5000块，就希望讲鼓励民众多多兑奖。对纸本发票嫌麻烦，财政部鼓励大家使用分段发票。9月、10月统一发票特别新增加，分段发票专属的新台票500块奖项有40万组，得奖的几率是2/1000。11月25就开出，但是只有实施到年底，互人联想到是不是甲大选有关系？对，讲到年底呢，是因为我们是先审酌今年的预算，好，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制度呢，有节省了1.4亿元的经费，所以。我们把这个经费都回馈给民众。到底什么是云端发票？就是将你从财政部下载下来的手机条码给店家来做扫描，就可以把发票放进手机。除了宽保互发票倾向无转化，系统也会使帮你兑奖，奖金甚至会当绑定你的户头直接汇入。另外，对12月开始，统一发票甲公益彩券得奖的奖金免税限制，对2000提悬到5000，也就是得奖金额超过5000才扣税，鼓励民众多多兑奖。